最新的消息来关心，要暗暝5点47分，台东发生规模6.1的地震，深度敢若11.9公里。伫咧台东的民众是讲，会当真明显来感受到地动伫咧海，真侪人厝内物件嘛拢落落来。另外，高雄捷运专线默默暂时停驶，真侪下班的民众拢有受到影响。监视器的画面突然间摇摇摆摆，行伫咧路的人也拢惊到。20暗5点47分，台东地区发生规模6.1的地动，有人讲要走嘛袂会走，要走嘛袂赴。那个警报已经摇完了，警报才来。有没有吓到啊？有很大，要很大哦。那这个地震它的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欧亚大陆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在台湾东部做一个碰撞。那欧亚大陆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碰撞，在东部这边，其实7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一边。逃出去。顶顶真侪物件拢落来，也甲龟头骹，就在讲迄当阵震度偌大，店内员工赶紧清理。一个团讲有工具压住滑漏，甚至有警消接到报案讲命体导火，到现场发现是设备一直呛火势，用灭火器拍火。我们着火啊？应该是2出道。地震完的哦。应该是哦。台铁也发信息，自暗时6点开始，关山台东金轮之间路线未通，除了台东在前座，高雄这边也因为地动暂时停驶，相关人员赶紧经营月台列车一个铁轨路顺序，搁拄是下班时间，真侪人受影响。就很错愕啊，对啊，因为本来有约餐厅，然后刚刚还要打电话去跟人家改时间。高雄这份停驶5分钟，乘客拢被请落车，伫损毁安全了已经恢复正常。这边地区变新，台东甲高雄紧急状况真多。记者综合报道。